来看到一支大支草莓的糖仔签要299块，真侪人拢唔敢卡。台中一个民众来到逢甲夜市买3支糖仔签，其中2支是塔马豆，另外1支较大支，这是大粒草莓，3支拢总419块。民众带一个，想讲哪会遮尔啊贵？一个问才查讲，原来这是大粒草莓，敢若1支就要299。民众算讲店头无塔标价，店头嘛赶紧出面解释，因为苏当时店员无含消费者讲好清楚，即嘛赶紧打介绍出来，才袂有争议。规盘糖仔签放入去冰橱啊，一签一签的水果来过糖，外表金细细，看起来真好食款。不过一支糖仔签到底爱卖偌济钱，引起讨论。一串99，综合水果60。台中一个民众5号暗时啊，带着朋友来到夜市啊，买3支糖仔签，感觉买2支120块。大粒的草莓1支299块，民众听一个惊甲戆去，搁甲店员确定一摆，无毋对，草莓的1支就要299块，3支加起来总共419块。民众讲这个介绍真正是真厉害。胡文最后搁讲，店家应该来将介绍打出来，无应该干那挂一项综合水果的60块，会互消费者来误会。有点贵啊，有点扯。一串299，我觉得我还是去吃好一点。会想说它那么贵，可能就应该很好吃这样。它有什么特别的吸引力？那我觉得可以试试看。其他的民众听到这个介绍嘛，感觉有淡薄仔含。实际转来逢甲夜市啊，即间卖糖仔签的单位业者出面来讲，当时店员无甲民众来讲好清楚，才会造成误会。客人来，我们都会口头上的告知，可能就是不够明确，对，不够清楚，对，感到很抱歉。业者讲，这款大粒的草莓是进口的，有进才有卖，体积是一般草莓的2倍大，寸尺有差，加上数量较罕少，介绍自然是差5-6倍。只是5粒草莓的糖仔签，介绍就得要300块，业者嘛赶紧公开将介绍打出来，减少争议。记者综合报道。